车的噪音幕，互民众真困扰。中华关环保局统计，去年到达利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的设备计共已经取缔599台，罚128万。嘛，以中华市公园路上严重，就占1/6。跌倒了，汽车隆叫，噪音是98.3分贝悬，话要吵死人。 接续搁一台黄牌重机同款变变叫95.3分贝，即时声音翕相锁定取缔。中华市公园路定有噪音车来干扰民众，影响着民众的生活。以前没常常说哦，那个肆无忌惮，肆无忌惮，很多就是安尼冲啊，大部分都是晚上，都是晚上，都大概8点到深夜12点都还在冲。这路八件少年仔人较吵，就出个变变叫。 中华县政府讲，全国有设置10套声音以上科技执法设备，9月固定性2套移动性。2024年到今年8月，拢总处罚599架次的噪音车，其中中华市公园路105架次上多，罚款总计是21万外，单笔相关的罚金是3600块。环保局讲，公园路和2条主要干道相接车多，搁再有几若搭8架的路段有关系。 彰化市的公园路，它主要是衔接我们的主要干道，也就是台一线的部分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它是通往我们这个139县道，一路从彰化，然后连接到南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县道，造成有非常多的一些车流会在这里经过。 环保局强调讲，声音取缔时通过国家检验标准的噪音计，甲车边系统来精准判定，超过标准达86分贝，会照超标技术来处罚。若准有对车的情形，无法度判定违规的车辆，就会通知车主回厂检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